各位大家好，今日我想同大家傾一個好貼身，但係有好多人誤解咗嘅一個話題。我哋今日嚟講下運氣呢件事好嘛？唔知你有冇試過有一段時間，硬係覺得自己好似轉咗去一個掘頭路咁樣。我哋每一日做緊同樣嘅工，見翻差唔多嘅人，面對緊差唔多嘅煩惱，你好想去改變嘅。你好想喺你嘅生命入邊出現一啲所謂嘅貴人或者好運會跌落嚟你嘅身入邊，但係等咗一年又一年，生活依然都係咧一潭死水咁樣。喺呢一個時候，你可能會去怨人啦，你可能會去怨個天啦，硬係覺得咧命運好似冇眷顧你咁樣。原子習慣呢本書，咁我相信好多人都聽過啦。佢個作者 James Clear 最近咧喺最新一期嘅電子報入邊，佢咧就講咗一句幾有趣嘅說話。咁佢就話啦，運氣咧係透過人嘅流動，而亦都會透過對話去傳遞嘅。你想知道你嘅運氣而家係點樣呢？就不如睇下你行緊入去一間乜嘢嘅房入邊。佢呢句說話真係幾有趣嘅。好多人以為咧運氣咧就好似由個天跌落嚟咁樣嘅，完全係隨機嘅，完全係我哋冇辦法去控制嘅。但係試諗下，如果以第一性原理咁去解構運氣呢一個概念咧，你會發現咗一樣嘢，運氣其實佢係有一套自己嘅底層邏輯喺入邊咧運作緊。而今日咧，我就係想同大家拆解點樣主動選擇你身邊嘅處境，從而咧去徹底改變你自己嘅運氣。好，咁我哋正式就開始啦。我哋首先嚟睇下大部分人而家面對緊嘅困境先。James Clear 就講到，如果你想揾唔同嘅運氣，你就要開始行入去唔同嘅房間入邊。不過喺現實生命當中咧，我哋大多數人其實每一日都係留喺同一間房入邊。好啦，乜嘢叫同一間房？呢度指嘅當然唔係一間實體嘅房，亦都唔係講物理上嘅一間房間。呢度指嘅係你自己嘅社交圈子，係你日常接觸到資訊嘅渠道。講翻人話，即係我哋平時成日講嘅同溫層。好，等我舉個例子先。你而家試下幻想一下，喺你屋企附近有個商場，商場入邊有你食開嘅嗰間茶餐廳。咁而因為你貪方便啦，而你又好熟悉啦，你又去咗好多年啦，幾乎每個禮拜六日你都會去同一個商場，去同一間餐廳，坐同一張台，甚至你熟到呢，你一坐低，個伙計就知道你一定係叫乾炒牛河、凍檸茶、小冰小甜，清楚到咁樣。我哋繼續幻想落去。好啦，喺呢一個環境入邊，你覺得非常之有安全，非常之舒服，所有發生嘅嘢都好似控制喺你嘅手入邊。好啦，問題嚟啦，無論你以後再去多幾多次，無論你同個環境再熟悉幾多，個伙計再同你熟絡多幾多，呢間都只能夠係一間茶餐廳。你唔能夠喺呢一間茶餐廳入邊可以叫得到正宗嘅日本拉麵嘅味道，亦都唔可能喺呢間茶餐廳入邊食到一個正式嘅法國大餐。同一個道理啦，如果你一直維持喺同一個圈子，其實呢個圈子只係能夠帶俾你好單一嘅一種機會。喺職場上面，如果我哋每日放工食 lunch， 嚟嚟去去都係同嗰兩三個同事喺埋一齊嘅話，咁我哋講嘢嘅內容啦，大家抱怨嘅事情啦，講嘅八卦啦，某程度上都係好單一，同埋會重複再重複。大家諗下，喺呢一個咁封閉嘅系統入邊，新嘅資訊係唔會無端端去產生嘅。換句話講，
好運同埋機會呢，唔會憑空喺呢一個圈子度發生。如果你一直都停留喺同一間房，就算你出盡全力，最高嘅上限都係只係能夠去到呢間房嘅天花板。呢間房唔會因為你停留耐咗而無端端產生咗以前唔會發生嘅嘢，或者會無端端變出一啲你以前冇見過嘅風景出嚟。同一間房就係同一間房。咁我哋究竟要點樣先至可以打破呢個死局呢？首先，我哋需要理解運氣流動嘅機制。原來呢，好多時新嘅能力往往都係喺新嘅對話入邊呢被啟動嘅。我再舉一個例子先，假設啦，你本身係一個好中意跑步或者去做 gym 嘅人，咁你平時呢習慣就一個人自己戴住個耳機，耷低頭就跑，而你個生活圈子入邊呢，全部都係返寫字樓工嘅同事。但係忽然有一日呢，你心血來潮不如報名參加一個同自己圈子完全唔同嘅興趣班，而又或者咁啦，你去咗一個跨行業嘅交流會，咁喺嗰度呢，其實你變相就已經行咗入一間完全新嘅房間入邊。你喺嗰間房入邊呢，你會同一啲原本完全冇交集嘅人呢喺度傾到偈。對方可能係做 IT 啊，可能係搞海外投資啊，或者可能係做飲食業嘅。咁喺呢一啲嘅對話入邊，你會聽到佢分享點樣將一啲普通嘅諗法慢慢一步一步變成你一啲嘅被動收入嘅副業咁樣。而你呢個時候可能就會諗點解我從來冇諗過呢啲嘅嘢嘅？點解呢啲嘢喺我生命入邊冇乜聽過，但係又好似幾有用咁樣？呢一啲嘅新發現呢，唔會突然之間令你變得聰明咗噶，唔會嘅。但係就係因為你換咗呢一間房，換咗呢個空間，你同其他人有一段從來都冇發生過嘅對話。而運氣呢件事講嚟講去，其實就係發生機率有幾多。你認識到一啲新嘅人，聽到一啲新嘅問題，開始接收到一啲新嘅刺激，咁你喺人生入邊發生緊隨機事件嘅機率就會大大提升。咁聽到嚟呢度，你聽得到啦。運氣其實係你手上面可以控制到嘅嘢，一切都係你自己嘅選擇，而關鍵在於你肯唔肯去試行出呢一步，肯唔肯主動去行入一間你以前覺得好陌生嘅房間入邊。聽到呢度應該開始有人鬧係鬼唔知阿媽係女人咩？講就容易啊，我而家生活節奏呢就好固定嘅，又要返工，又要顧住頭家，都已經好大壓力啦。你仲叫我去試下，突破自己嘅同溫層，走去其他唔同嘅房，咪玩啦。嗱，咁講啦，又唔使擔心嘅。我哋而家喺度講緊嘅呢，係一個好理性，同埋絕對唔係鼓勵大家盲目去跟嘅一個方法。急功近利從來都唔係可以令你徹底改變嘅一個動力嚟嘅。就真係好似跑步咁樣，每個人都有自己嘅速度，每個人都有自己嘅一個節奏。大道理方向可能係咁樣，但係細節上邊當然每個人都係跟翻自己嘅實際情況去調整。無論你喺出邊見到啲乜嘢新嘅機會，都唔一定要即刻做出好巨大嘅改變嘅。我哋需要做嘅只係稍微微調整我哋嘅行為系統。第一步，我哋只需要行入去一間房，做3件小事。第一，我哋開始去認識唔同嘅人。我哋唔需要好刻意咁樣去做啲咩交際應酬，可能只係去咖啡店飲咖啡嘅事，或者你參加一啲比較小型嘅一啲工作坊嘅事，可以去保持一個開放嘅態度，多啲去聽人哋同自己意見唔同嘅一啲說話，可能會對你有所啟。好啦，第二點亦都係承接頭先第一點，就係聽下唔同嘅問題，留意下出邊而家嘅人，而家嘅世界究竟人哋關心緊啲乜嘢，
例如人哋關心緊啲乜嘢嘅新技術啊，而家人哋嘅生活面對緊一啲乜嘢新嘅挑戰啊。咁當你聽多咗之後呢，其實你自己嘅思維格局都係可以俾拉闊少少嘅。你睇呢個世界嘅角度同埋個闊度都會完全唔同。第三點就係去睇下唔同人點樣去過佢嘅人生，試下留意下身邊嘅人，睇下佢哋返工以外嘅時間究竟係攞嚟做啲乜嘢嘅呢？咁可能你會喺人哋嘅生活入邊攞到某一啲嘅靈感嘅。順住頭先嗰3點咁樣去做呢，都可以幫我哋去打開前邊嘅路。初期啦，你會接觸到一啲新事物，可能你會覺得哇，我會用多咗好多嘅時間，成效又好似冇乜，又有啲辛苦。咁但係時間一耐咗，你習慣咗呢一種思維模式之後呢，其實當你面對陌生嘅環境好，或者當你認識到新嘅人都好，或者套用翻今日講，你入咗去一間唔同嘅房間嘅時候，你都會有一種放鬆，你都會有一種集中嘅能力，你會去欣賞身邊發生緊所有嘅嘢，你會去欣賞唔同人過緊唔同嘅生活，呢啲嘢都係幫你不停咁收集緊資料入落你嘅腦度，你會翻到屋企諗，咦，原來人生有唔同嘅可能性嘅，原來世界上發生緊咁多同我以前認知唔同嘅嘢嘅，呢啲都係會為你嘅內心帶嚟一啲唔同嘅衝擊嘅。而大家講嘅好運呢，往往就係喺呢一啲嘅衝擊入邊發生。好啦，咁總結下今日講過嘅嘢啦，就係運氣唔係由天跌落嚟，其實佢一直都係喺你從來冇踏足過嘅空間，從來冇展開過嘅對話入邊一直存在緊嘅。咁喺嚟緊嘅日子入邊，無論大家面對緊幾大嘅壓力或者挑戰，有一樣嘢希望大家都會記住，就係好好咁樣控制自己嘅慾望，千祈唔好急，用一種比較溫和而堅定嘅力量，主動咁樣去幫自己換一個環境，換一間房。平時生活嘅時候，好好維持自己嘅節奏，唔使咁多嘢講嘅，多啲開隻耳仔去聽，多啲休息同埋耐心咁樣等待時機。好啦，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為止啦。咁如果你對今集嘅內容你覺得係對你有啟發嘅，咁就歡迎你點讚、訂閱同埋分享俾你身邊好希望去改變運氣嘅朋友。咁我哋下次再見，拜拜。